过来，这件是代替伫个嘉义的大拿站有一个女站务员，进前因为阻止一个阿伯袂使伫个车站内底骑铁马，转互这个阿伯出手甲拍，搁甲恐吓。站务员是报警来处理，结果嘉义县民进党籍的议员江志明，昨是陪这个阿伯，搁带着10外个民众去找这个站务员来理论，这是引起着真侪人的不满。江志明是伫个面册回信咧，讲伊是去沟通，讲伊是公亲变事主，讲是有心的人要甲抹黑，是再度来引爆着网友的愤怒。我们不是去乡下要去沟通而已啦。嘉义县民进党籍的议员江志明门关咧，赶紧就离开，因为昨江志明有带10外乡亲。到代替嘉义的大拿站替一个70外岁陈老先生讨公道，因过陈老先生敢若有对站务人员动手。可能你要对他怎样的时候，也该背。这个代志发生伫初七，陈老先生因为行动不方便，落火车了，将脚踏车当作助行器的使用。有一个女性的站务人员看到了后，随甲阻止。我有只大个下车。你若看伊这都无法度行。他的是代步的是这台脚踏车，在月台上原本就不可以骑车，他有在骑车吗？助行。好，他今天没有助行器，来，你手给我看。对于女性的站务员来讲，压力是有够大，感觉有够委屈。依法简讯求助的内容嘛未公开，问工会讲，若是监视器画面有翕到代志发生的经过，要过伤害敢过会行？想不到这个代志也未煞，昨议员又搁带一群人来当面质问。网友纷纷表示讲，这是非不分帮助施暴者，这真正是有够大的官威，做唔到代志，搁遐唱手，骂这个议员带头闹代志。帮证明解决一个问题，怎么会搞到这样子？真的也是对不起啦，真的是也没办法。危险啊！哦，安怎讲危险？今日弄人啊！代替回应讲，对当事当人会继续关心甲照护，站务人员已经做完笔录，若要提出告诉，公司会提供法律协助。同时，民进党的中央嘛对江志明这个议员甲严厉的谴责，将伊移送中评会处理。这个风波恐惊也未散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